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异性，我接触异性的话，他会问我找之后自己人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没事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问他有没有受伤，你干什么？来提警吗？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先告诉我。你摸他干什么？我没摸他，我只把记录仪拍着，没有碰他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无事生非。我们不要扯那么远，就说眼前的事情，你觉得要怎么办，你心里才舒服，然后我们两个才能从这里走出去就可以了。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走出去就走出去，你有没有动手？啊，你是不是动手打了他？我掐了他脖子，我承认了。他现在动手打了你，你现在怎么想？要不要追究他的责任？来，妹子，你给我出来下来，我跟你讲两句了。你现在要不要追究他打你的责任？没必要。没必要是吧？趁着现在在所里，是不是？把所有问题讲出来，一次性解决。一方面，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的，每一次反正我都说跟我讲分手，他们就开始哭，然后就表现的就是假装的那种，一直拖到现在。然后这里是直接已经在公共的场合就发生这种事情，就我是想一方面我想要说分手，他一方面是什么？他欠我钱了。他欠你多少钱呢？怎么欠的这个钱是？他是看他3店的他2店的钱基本全是我出了，6万块钱，然后打牌，他自己买了，他就说9万多，然后现在开3店，那家店又没搞了嘛，前后一起开又有6万左右，我们俩一起开的全是我出的，家店快30万。如果他欠了你的钱，对不对？你收集相关的证据了，对吧？这个钱到底是怎么给他的？是转账、银行转账，还是这个微信转账？是不是？你把这个证据收集齐了，到时候到法院可以去起诉他了。但是他后面会查我，他要去我店里都是的。你学会用这个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了，是不是？不要怕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是一味的怕的话，对吧？一味的去忍让的话，你到时候后面自己会更加的难受了，是不？